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11月18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3篇，士师记第5章第1节到12节，马太福音第12章43节到4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迎神或是迎鬼。台湾话有句俗语这样说：请鬼拿药单，请鬼提药单。我们都知道拿药是为了要使生病的情况得到改善，并可以得到康复。然而鬼通常我们人都认知都是负面的，鬼是不会帮助人的。那请鬼拿药单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托错了对象，有这种反效果，反而害了自己的命。当我们遇见困境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会祈求，恳求上帝来帮助我们。但是有人却宁愿去拿香跟着人家拜，却舍弃独一的上帝。昨天的经文士师记第2章17节提到了以色列人的问题。圣经说，但是以色列人民不听从他们的士师，叛离上主，去拜别的神明。他们的祖先遵行了上主的命令，但这是新的一代很快就不照样遵行了。他们宁愿跟随着当地的人拜起了偶像，叛离上帝，因而受到非常严厉的惩罚。上帝就会如同小偷一样静静的来，带给以色列人惩罚。士师记第5章第1节到12节提到了士师时期以色列人民摇摆的立场。后来上主就兴起了士师底波拉来带领以色列人民。那这一首底波拉与巴拉之歌所描绘的情景，除了因为以色列人的不忠以外，特别提到了这一位女士师是一位女性了而且是在圣经记载里面唯一的女士师。圣经这样子记载，底波拉和巴拉之歌那一天，底波拉和亚比纳安的儿子巴拉唱了这首歌，赞美上主。以色列人决心作战，人民自愿从军。君王啊，你们要听；首领啊，侧耳聆听。我要向上主弹琴歌唱，要歌颂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上主啊，你离开西尔山，你从以东出发，大地震撼，天空下雨，云层倾倒雨水。在西奈的上主以色列的上帝面前，群山都震撼摇动。在亚拿之子珊迦的时代，在亚裔的日子，商队不再经过这里，旅客都绕道而行。底波拉以色列的城镇都被摒弃，空无一人，直到你来。你来做以色列的母亲。以色列换了神明，境内就起了征战。
4万以色列军队中，连一面盾牌、一只长矛都没有。我的心向着以色列的指挥官，向着以色列的志愿军赞美上主。你们骑白鹭的，坐在马鞍上的，步行都要传扬。听啊，在井旁打水的妇女传出欢呼，他们在诉说上主的胜利，庆祝以色列的凯旋。上主的子民走向城门欢呼，底波拉兴起，奋发歌唱，勇往直前。亚比纳安的儿子巴拉奋起，带走你的俘虏，无论是男性或是女性。其实重要的是，士师是上帝的仆人。今天的圣经提到底波拉的工作。底波拉，你以色列的城镇都被摒弃，空无一人，直到你来。你来做以色列的母亲。底波拉不但成为以色列的母亲，事实上她也成为了巴拉的母亲。接下来的经文可以看出这样的记载。遇到困难是要求上帝呢，还是求鬼？要迎神呢，还是迎鬼？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提到了一个被赶鬼的人，却因为没有生命的更新，后来邪灵又回来了。找了7个比较凶恶的邪灵进入这个人的内心。耶稣基督以这个比喻来提到这个世代的人之惨状，其实也就如同历代以来以色列人们一样，他们被上帝来救赎，却又离开上帝。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翻来覆去，然后就越来越惨。经文记载说，乌灵离开了所附的人的身上，他走遍干旱地区，寻找栖息的地方，都找不到。就说我要回到原来的屋子去。他回去之后，发现屋子还空着，而且打扫的又干净又整齐。于是他又出去，带回7个比自己更邪恶的灵来，跟他住在一起。那个人后来的境况比从前更糟了。这邪恶时代的人的处境也是这样。这一段经文的另外一处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第14节到26节，它的记载更清楚。是耶稣基督为了一位这个哑巴的人赶出了鬼魂，结果被质疑他是靠鬼王别西卜的能力来赶鬼。耶稣最后提到了7个厉鬼的事情，这提醒到我们，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迎神找上帝呢，还是要迎鬼？我们要靠别西卜的能力与鬼交易吗？还是要依靠独一真神耶和华上帝呢？求主帮助我们走对的生命道路。诗篇123篇，在天上掌权的上主啊，我仰望你，正如奴仆倚靠主人，
婢女依靠女主人。上主，我们的上帝啊，我们仰望你，直到你怜悯我们。上主啊，求你怜悯，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已受尽轻蔑，我们已经饱尝富足人的戏弄，受够了骄傲人的欺凌。感谢上帝保守医治。突然来的声音沙哑，已经好了一些。我们也求主继续施恩保守雨洁的病情，求主保守看顾，显明慈爱跟怜悯，赐下医治的恩典。继续为他祷告，让他的头盖骨能够早日放回去，并快快的复原。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